萬科香港南昌東都會新區全新住宅及商場地標項目蓮芳1 Bonling One， 位於南昌東都會新區，坐擁雙站3線，約6分鐘步行到南昌港鐵站，約7分鐘到長沙灣港鐵站，接通東涌線同屯馬線，揸車約9分鐘到中環，約22分鐘就到機場。長沙灣區未來興建中及規劃轉型嘅商業地皮，總樓面逾400萬平方尺，當中更包括甲級商廈。鄰近面積近40公頃嘅西九龍文化區，亦將發展成一個綜合文化藝術區，包括文化藝術及消閒設施、酒店、辦公室等。南昌東社區周邊多個購物商場、潮流小店、餐廳、文化地標等，生活所需一應俱全。區內亦有多個社區公園，提供逾20公頃綠化空間。項目亦鄰近多間知名學府，洋溢濃厚學術氛圍。蓮芳 Bonling 系列包括2個住宅項目及基座商場，採用金色鋁線點綴基座外牆及大廈露台，盡顯型格。項目基座商場 Bonling 樓高2層，貫通2個項目，締造全新空間，重塑社區板塊。住客會所 Bon Club One 設有多項室內外設施，包括健身室、室外瑜伽區，以咖啡及畫室為主題嘅多用途空間。住客亦可享將來同系嘅毗鄰發展項目會所之部分設施，例如有機耕作區及室外泳池等。蓮芳1提供多類戶型，由 Studio、Studio Plus、1房至2房多元選擇，高樓底設計，讓住戶可以按需要發揮創意，打破常規，將立體空間運用得淋漓盡致。單位內多項特色設計，令你更善用室內空間，例如露台配置特色 Bar Corner， 鞋櫃配置創意櫃門板，於標準樓層 Studio A 及 H 單位設有特色台面式抽油煙機，以及露台洗衣機收納櫃等。單位更選用多個知名廚具及衛浴品牌，為住戶提供優質生活享受。南昌東全新住宅及商場地標項目蓮芳1 Bonling One。